今日帶大家去一個可以淨化心靈嘅地方，喺港鐵太子站 C2 出口去大南街。行入大南街，大約行10分鐘就到達目的地啦，就係呢度啦。亦可以由深水埗站 A2 出口行7分鐘到達。我就喜歡沿住大南街行過去，因為街道比較清靜，兩旁仲有一啲文青咖啡店，可以悠閒咁放慢腳步，輕鬆一下。門口寫住請輕聲細語，唔好咁大聲啊！我哋入去啦。呢個係晚餐餐牌，入到裏面感受到一片寧靜，非常之療癒身心靈啊！如果有心緒不寧、情緒低落，或者有難題未解，都可以去到呢一片淨土療癒身心，食啲喜歡嘅食物，然後放鬆一下，頭腦清晰，先至可以諗到解決方法㗎。大部分嘅座位都係榻榻米，都有少部分係高台嚟嘅。店內仲養咗一隻小龜啊，好可愛啊！呢一個角落擺放咗一啲小賣品，有香薰，有廚房煮食用品。呢個手碟係非賣品嚟㗎。陶瓷杯，
呢度列明用餐嘅規矩，要自行取餐及整理餐後嘅用具。用過嘅餐具就放喺呢度啦。呢度係一間素食咖啡，仲有 raw food。我點咗呢個沙律。天貝係黃豆發酵做成嘅 superfood， 營養非常豐富㗎。沙律裏邊除咗有新鮮嘅蔬菜，仲有桑棗、石榴籽、布冧、車厘茄，全部都非常新鮮，好好味啊！呢個生機甜品 Tiramisu 好好味，好好味啊！咖啡好香滑，好濃郁，係店主自己烘焙㗎。喺寧靜嘅環境享受美食，非常之滿足啊！食飽之後冇侍應嚟趕你離開㗎，冇人會騷擾你，可以繼續享受寧靜，洗滌心靈啊！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希望大家都能夠享受寧靜樂土。拜拜。